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MasterPicks 嘅 Strategy 介紹系列。今日我哋嚟傾下 MasterPicks 獨創嘅策略指標系列之量沖資金儀指標。你可以喺左側嘅 Strategy Scanning 中揾到此指標，並點擊右側嘅問號按鈕，即可以查看策略介紹同埋用法。呢一套指標把價格、成交量、RSI 三大維度合而為一，提煉出一條會變色嘅資金流向線。紅色主力資金持續流入，綠色主力資金開始外流。一條線直接話俾你聽，此刻到底係主力喺控盤定係散戶喺接盤。綠色 B 亮起就係主力進場，紅色 S 亮起就係主力撤退，真正做到跟錢走。信號識別超簡單，資金線由綠翻紅加綠色 B， 主力大舉吸貨，立即上車。資金線由紅翻綠加紅色 S， 主力準備跑路，果斷減倉。紅色線越長越陡，上漲動能越強；綠色線越長越陡，下跌風險越大。風險控制一句話搞掂。綠 B 後1到3日內30到50%倉位進場，資金線翻綠或者跌破支撐5%，直接止損。紅 S 出現先減30%，資金線正式轉綠再清倉，絕不死狂。呢一次我哋以美股 AVGO 博通為例，喺技術指標功能中點擊量沖資金儀指標之後，可以睇到喺2025年4月出現年內最低點時，系統連續2日出現買入信號，並喺後續股價不斷攀升期出現5次減倉賣出信號，之後喺高點回調後嘅最低點再現買入信號，依舊可以食到回調後期回暖嘅漲幅。此標信號精準且勝率較高，今年喺 AVGO 嘅勝率高達72%。此外，量沖資金儀指標亦都能夠作為選股指標，喺我哋嘅 Strategy Scanning 中出現。點擊 Strategy Scanning， 選擇量沖資金儀指標，系統默認篩選出市場裏近25日出現過此策略指標嘅所有股票列表。同樣，你亦可以自行調整呢個時間區間嘅長短。快來體驗 MasterPicks 嘅技術指標同 Strategy Scanning 功能，鎖定我哋嘅頻道。我哋盡快更新下期 Strategy 介紹，敬請關注大師精選，穩賺高點。